国军除了守护国家，在台南历经风台、地动、疫情、天狗的等灾害期间，国军总是在第一时间支援民众，辛劳的付出使人感动。台南市今年的建军月特别扩大规模，望透过9月份的建军系列活动，向国军兄弟表达感谢。为了表达对军人崇高的敬意，台南市从9月1号到30号是我们的这个台南市定的禁军月。在这个月份里面，台南市政府各局处，包括交通的、包括体育的、包括官旅的、包括文化的，还有相对的好多的局处，我们一些场馆以及一些园区都对军人提供相当多的优惠。除了官方之外呢，我们也邀集许多民间业者，包括旅宿，包括餐厅，包括食品，对于我们军人弟兄姐妹前往消费都有另外的折扣。所以呢，为了表达对军人崇高的敬意，事实上这个国军不管在台风、风灾，或者是登革热的时期，或者是疫情期间，或者是像地震或者像一些只要是民众需要协助的时候，国军永远在你身旁，永远会第一时间的赶到。因此非常非常谢谢国军，也感谢为了表达对国军的敬意，我们也提供了结合了民间的业者，一起提供了最好的对国军的优惠，希望他们消费的愉快，也不要有负担，同时感受到市民朋友们对他们浓浓的敬意。优惠内容包含商券、古迹、文化园区、风景游戏区、博物馆、公车、旅宿、观光工厂到运动中心等9大类，计价超过30处场馆、60间商家以及20多间旅宿业者。只要是军人凭相关证明，就会当享有免门票、购物折扣等多项专属优惠。建军活动期间为9月1日到9月30为止，欢迎国军兄弟拥有到台南的体验。台南9月进军月，我进军，我优惠。台南新闻中小伟采访报道。